血壓高應該少食雞肉定少食鴨肉呢？血壓高啊，必須介咗3樣嘢，你食得越多咧，血壓就越難控制噶啦。血壓之所以會高，係因為血管彈性冇夠，99%嘅血壓高咧都冇需要過度去治療嘅。今日我分享個方法俾你，成本冇使3蚊雞，人人都食得起啊！無論你有冇血壓高呢個問題，呢個視頻一定要認真睇完啊！呢個係有血壓高嘅人都係你揾嘅好方法嚟嘅。你錯過今次嘅話，下次就好難再揾到噶啦。咁好多人長期都有血壓高嘅問題嘅，日日擔驚受怕。要知道啦，血壓高都係一次輕兩次重，3次咧就可能攞命噶啦。有啲人日日去鍛煉，又刻意去技巧，血壓依然係飄飄忽忽咁，忽高忽低。根本原因就係血管入邊啊堆滿咗垃圾，塞到嗰啲血管彈性下降，血液流得唔順暢，血壓咧自然就一路飆升噶啦。所以話大家千祈唔好咁簡單噶，就係識得食嗰啲降壓藥啊。降壓藥只係一個控制手段，但係冇能夠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呢個血壓高問題，係治標不治本嘅。嗰啲話可以幫你清乾淨血管垃圾嘅，全部都係智商稅嚟噶。今日我分享呢個方法係一位90歲嘅老中醫教嘅，佢幫人睇病40-50年噶啦，從來冇人俾過差評。好多人睇好之後咧，都翻轉頭去多謝佢。咁無論你有血壓高引發嘅頭暈頭痛、心悸胸悶，無論你係4-50、5-60或者7老80咁，用呢個方法咧，你3日就見效噶啦。3個就可以將你血壓高嘅問題改善得明明白白。呢個就係血壓高嘅人都係嚟玩嘅膠固蘭，你唔需要多買嘅，買3個就足夠噶啦。因為佢見效實在太快啦，你每日就攞5克出嚟，用滾水沖泡5分鐘就可以飲噶啦。每日一杯，血壓嘅問題就會一日比一日平穩噶啦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直接點擊個視頻左下角鏈接去落單。你買翻去之後就堅持去飲。如果7日內唔好使嘅話，效果唔明顯嘅話，你覺得唔好啱，你有呢種感覺嘅話，直接將錢退翻唔嚟，產品你可以直接留低嘅，你完全冇後顧之憂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解決呢個血壓高嘅問題啦。